再来关心政府的动作，行政院伫咧昨提出了要伫咧原地复原重建特别条例追加200亿用伫咧花莲的重建，但是国民党党团总召胡坤基认为啊，这应该国赔啊。行政院长戴英泰就讲啊，这国赔的是归国赔啊，甲救灾的补助啊，这无冲突的啦。 看到规涂骹涂沙水，就真无奈。花莲马太安邦山湖1楼造成光复乡严重灾情，灾民无用重建工程的同时，嘛希望政府会当加紧斗3工。昨行政院会嘛提出，要伫咧原有的丹那市灾后重建特别条例，追加200亿来帮助花莲。如果提出一个以200亿规模为基础的这个追加预算，是应该能够 在短时间内马上就来执行，那么也不会排挤到原来丹那斯所造成的云嘉南的地区有任何的补偿。将丹那斯特别条例为原本的600亿增加到800亿，那效率紧、时间短，麦当赶紧解决灾民需求。不过国民党团总召鲍坤基却认为，各地受灾的状况轻重无同款，要搁相宜瞧起来，颠倒应该启动国家赔偿型灾民公道。国赔有国赔的 法定程序跟条件，对灾区的整个抢救跟补助有它急迫性的需要，所以这2个并不相冲突。国赔是一定要进行的，但是呢，国赔真的是耗日费时。马太安溪的灾害已经有超过5亿的善款，应该赶快能够发到灾民的手上。 宝贝工园含趁钱的工区，拢叫绿光霾无情毁掉。面对重建古长之路含济经费，朝野拢有家己的想法，敢若希望讲好赶紧复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